Link One。一線六線。一線係240，六線係280。一線 Catherine。Link Six 白教練。一線係240啊 ，Catherine。六線係白教練。16線我哋應該晒嗰度。好啦，呢邊維維姐落水，一線48秒99，六線49秒9， 49秒9，維維姐一線，嗰邊蛙石係邊個？唔記得咗添。彭淑燕係啱，記得。維維鬥彭淑燕。埋邊呢個？一線啊，一線，16線啫，我哋一部機影晒。維維姐落後暫時，嗰邊六線彭淑燕，六線嗰邊係孫明珠，嗰隊係288嘅大佬。維維姐呢個要頂住啦。維維姐頂住啊！六線游得好啊！六線係彭淑燕啊！好，報時間。1分40秒71， 14071，六線，一線1分46秒43，孫明珠六線，一線係汪教練，汪教練可能追翻啦，追翻啦。部機有時間報俾你嘅咩？喺上邊咯。好啦，追到啦！孫明珠六線最上，一線係汪教練。惠之美啊！惠之美由之後即係黃瑩一線反勝啦。喂，冇時間喎，六線2分34秒59。嗱，一線係邊個咧？惠之美。六線嗰邊係邊個咧 ？Casca 好似都可以影晒啊！惠之美過晒啦，大家你幫佢哋六個。改到線啊！第幾線啊？第4線啊！孖，好睇時間。